哦耶哦，哎。哇，你看。还有温泉啊，温泉的地方啊，10雞蛋的。祖師自己帶嚟10雞蛋2粒啦。哇，很美麗的風景哦。你看还有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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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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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是搞笑的呢，你看。呢，温泉来的。你看它的那个 pink color 的。还有 pink color 的哦，还有鱼没有？不是那个。看到吗？有 blue blue。那个叫什么 ？Dragonfly。哦。红色。你看有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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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很热啊喂。哇，你看这边有鸡蛋呐！哦哟，来哟，谁放的？哦，有人放的喂。哇，可以拿起来吃啊喂。熟了，熟了。人家的啊，这个人家放的鹌鹑蛋，看起来好像水明布，其实不是，是 hot spring 来的。啊，很烧，哇，很烧嘞喂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很烧。他们讲出名的哦，这个出名啊，出名，但是很白哦，因为太阳。哇，太牛了！哇，你看他们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阿姑姑真迹啊，这个有真迹啊，你看啊，哎呦，吃几多了？你看他们做这个榴莲糕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榴莲糕。这个景点一定没有得来的，我们私人 VIP 才可以来到的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做榴莲糕的。哇，美丽的森林，但是颜色不美耶。你看，萌萌的这么厉害的。哇，但是它颜色哇，山明水秀啊，水咁靚。冇灰蛋嘛，就係呢個鏡。嗱，俾小朋友先可能咁美哦水。水声，美丽的水声，还有很清。昆虫在马路走，什么昆虫？你看，
哇，很大棵的树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很美。看吗？哇，哇，很美耶！你看，你看洗衣机，看那水洗衣机。哇，很爽嘞喂！哇，鸟语花香啊，美丽的风景啊，这个叫做万花园呐，满花云啊，看一下，开大一点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满花云啊。这个是花园呐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要走进去了，全部都是花园来的。哇，美丽的花园呢！走一个圆圈给你们看。哇，很美耶！你看，哎呦，好像假的这样哦，是真的嘞。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又一个花园了，我们很喜欢花嘞。哇，这样子的风景看了很relax哦。来啊，整辆榴莲的车来了，谁要order？谁要order？整辆来了。哇，乌洞的美丽风景啊，很多条街啊，这边。哎呦，看到了哦！大家看一下，极美的风景哦！你没来后悔的是你哦！你看一下，放大一点啦，但是不是很清啦啊！哇，那个云简直是在我们的前面罢了哦！哇，很萌了，很刺激的，你看他们，哇，很爽的哦，很爽的哦，很爽的坐上山哦，看哇，路很够力的哦。云海，大家看一下，云海，哎呀，不错了，不错，不错的地方。这个名字叫做 The Sea of Mist， 来这边。看到吗？这个名字。哦，哎呦，看到美美的风景啊！太阳升起来了。哇，很美丽的风景，在云的上面，太阳看到，云也看到。来，你们要给他们啊？
金腰哦，你看吃2箩的榴莲哦，金腰哦，你看，哎呦。